Hello，我係 Andy。今年半山花園呢一排就推出咗125方大裝修嘅單位，咁有好多朋友仔就感興趣，想了解一下。不過有啲就可能對中心唔了解。今晚 Andy 就影下今年半山花園呢一邊夜晚周邊嘅情況係點樣。因為 Andy 我都依家係住緊呢個屋苑嘅。呢邊大門出嚟就係自動門嘅，你行埋落去佢就自動開門。咁有時你拎咗啲去商場買到嘢，拎咗嘢翻嚟之後嘅話，你可以唔使用手去拍門，直接就可以開門俾你人。咁呢邊係扶手梯，落嚟之後嘅話，對面就係商場。其實喺大門出咗之後，行翻呢一個通道，嗰邊會有一個天橋。落雨嗰陣時嘅話，你就可以行呢個屋苑底下聯通嗰個天橋，就發光嗰個地方，行天橋過去商場嗰邊，你就唔使落樓梯行馬路過去。一直都係聯通過去嗰邊一個通道過天橋，呢邊就係萬象匯啦。今日係星期六晚，人都幾多下嘅。呢邊係萬象匯商場啦，隔離呢一邊呢個彩虹色嘅屋頂，呢邊係另一個商場，叫假日廣場嘅，嗰邊都好好玩嘅。咁成個商場包括呢個屋苑樓下呢啲底商都係開業嘅。呢邊就係售樓處，嗰邊有中國銀行。咁呢邊會有美而家便利店，同埋有羅森便利店。嗰邊仲有一間茶餐廳嘅尊龍茶餐廳，呢邊仲有好多食肆。呢度就行日商場嘅通道啦。咁呢邊奶茶鋪係非常之多嘅。咁呢邊有一間飲蔬菜果嘅，呢邊係飲嗰啲奶茶。呢邊仲會新開一間抹茶，嗰邊仲有一個麵包鋪，都係準備新開。今日嘅人係比較多。咁前面嗰笪地方就係微風廣場。平時夜晚嘅話會有好多狗仔，嗰啲主人帶住呢啲好似狗仔，前面見到啦，嗰隻好得意嘅狗仔，帶住狗仔過呢邊聚會。呢個商場都係叫人哋叫做寵物友好商場嘅，可以帶狗仔啊、貓啊出嚟行街行商場。呢個前面就係佢哋嗰棟好高嘅寫字樓，上面有新開咗一間洲際酒店，有隻大金毛。微風廣場嘅話，佢時不時都會換一啲主題。呢一次嘅主題係一個萬象嘅春日系列。咁一直行落去嘅話，嗰邊就係去到搭公交車嘅地方。前面行落去仲有舞台，今晚星期六應該係有演出喺度。今次呢一度仲有個香山書房，有啲圖書喺呢度可以睇。呢邊都係非常多嘅奶茶鋪。今日天氣都好舒服，所以好多人出嚟行街放鬆下。呢度就係10棟樓王嘅位置。呢邊就依家賣緊嘅7座，145方，基本上就剩低啲低樓層嘅，高樓層嗰啲就賣晒。中間呢兩戶就係啱啱推出嘅125方大裝修，依家剩翻嘅貨量就仲係比較多嘅，樓層都有得選擇。咁樓王呢一邊係250方嘅，咁高啲嗰啲就係複式嘅，好似呢啲就係複式嘅，呢啲就要去到500方。佢見到成個樓王都好多人裝修咗入住噶。呢邊呢幾棟就係19年嗰陣時賣嘅，12同埋89棟，基本上就已經係住滿晒人。有啲未着燈嗰啲就係出去玩。因為日頭睇起身嘅話，佢上面係全部都有冷氣機裝修好，個露台都係有掛衫嘅。咁嗰邊就係3棟啦，都已經係亦都係賣晒嘅啦。呢邊就係8座同9座中間連通過去，呢邊會有呢啲欄杆啊，嗰啲踩單車嘅，有呢啲位置可以俾業主喺呢一度健身。呢邊都有乒乓台，
中間呢度就係泳池，泳池係要端午節過後，一般係5、6月或者6、7月逢暑假。喺國內呢邊基本上就係逢暑假嗰2、3個月先會開放泳池嘅，每一個公園都係一樣，基本上。咁呢度就係小區大門嘅人行出入口。一座呢一邊樓下就係有滑滑梯啊，有呢啲轉嘅豬豬，呢啲俾小朋友玩嘅地方。佢呢啲新嘅設施都係舊年先重新整好嘅。今年呢邊嘅物業佢就會時不時會翻新呢啲公共設施嘅，呢一點係做得非常之好。今日就咁求其嘅帶大家感受一下，如果住喺金邊盆山花園呢一度，夜晚嘅夜生活係點樣嘅，非常之多姿多彩。OK， 關注 Andy， 下一期帶大家再睇下更加多周邊嘅生活情況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